要到300年历史的嘉义中部49庄保安宫，对去年开始进行在地客庄的祭拜文化调查。31暗时也特别邀请机动剧团甲在地艺术团体做伙来搬调查出来的地方故事。 国小的囡仔唱出客家歌谣，嘉义县中部乡49庄保安宫结合剧团布袋戏歌谣，演出在庄生命故事，传承中部当地的宗教文化。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客家人几乎在2、3代都不会讲客家话，那借着活动的演出，让小孩子回去也会想说，哎，我要这个客家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在客家的一个精神部分，其实会从一个信仰部分来做一个着手，然后结合这些客语的一个部分的学习，其实是让孩子能够生根在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49庄保安宫有将近300年的历史，是中部地区的信仰中心。为着要让少年人认捌故乡的历史，庙方甲中部乡公所合作，我们找学者调查。 搁请剧团甲调查的结果编剧，搬去互囡仔看。我们请了云科大的一个老师来做一个田野的调查，那主要就针对我们49庄这个保安宫，因为它本身有一个很久的一个历史文化啊。那因为它从清朝的时候，康熙就有了。因为49庄的标示讲，伊当时它管辖的区域有49个村庄，就是包括庄埔乡、阿里山乡、大埔乡三个乡。 公所表示，这届演出除了有儿童剧团，嘛有请在地艺术团队甲学校做伙来演出，希望保存地方历史，嘛增加囡仔艺术文化的学习。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